業管理咧係一個內外兼顧嘅專業，凡事主動行多步，靈活應變，就係我11年嚟堅守嘅初心。我係洪立恒 Jason， 現職助理物業經理，投身物業管理行業已經11年啦，主要負責管理屋苑嘅日常運作，帶領保安、清潔同埋工程團隊，為居民提供最優質、最安全嘅居住環境。我小學6年級之前咧，都係由我婆婆嘅朋友代為照顧，而其中一個照顧我嘅爺爺咧，佢係從事保安員嘅。我放學之後啦，就成日都會去到爺爺工作嘅大廈揾佢，見到好多住客咧，成日都會去大堂咧同爺爺傾偈。有一次啦，我見到爺爺咧就主動換咗大堂光管，咁我就問佢點解唔等維修師傅嚟處理呢？佢就同我講翻，呢啲係住戶出入嘅主要通道嚟㗎，可以即時處理，梗係即時處理咗佢啦。爺爺嘅言傳身教咧，令我明白得到，成為一個優秀嘅物管從業員，凡事都需要主動行多步。呢份嘅經歷深深啟發咗我，令到我最後喺大學嘅時候選擇咗物業管理學系，並喺畢業之後即刻就投身喺物管嘅行業。喺舊年咧就發生咗一宗煲窿食物嘅事件，當時咧有住戶咧就報稱咧升降機入邊咧有煙味。我一收到消息咧，就即刻同保安趕到現場，發現成個大堂同埋升降機入邊都充滿咗濃煙。當時嘅情況好緊急啊！我即刻就調配咗保安巡視外圍同埋各個樓層，同時亦都安排咗職員留喺大堂安撫住戶，勸喻大家避免上樓。憑住對屋苑嘅環境熟悉，我哋成功用最短嘅時間就鎖定咗事發單位，仲即時聯絡到喺會所嘅住戶，證實咗係煮燶咗食物。好彩處理得快，就成功避免咗一場嘅火災。當日街坊好緊張，好彩洪經理同我嘅團隊反應極之迅速，一呼百應，用最短嘅時間就揾出火警嘅源頭，化解咗今次嘅危機。我哋龍門有咁專業嘅團隊守護，做業主真係住得安心又放心。突發嘅事情咧無法預計嘅，但防患未然就可以有更好嘅應對。所以我好早就參加咗消防處嘅樓宇應急先鋒計劃，拎到證書，仲鼓勵埋同事去報名，以及定期為屋苑嘅居民同員工舉辦防火演習。希望提升整體嘅安全認知。物管係一份高壓嘅前線工作，我深信只有開心嘅員工先至可以提供優質嘅服務俾住戶。因此，我領導咗團隊策劃咗唔同嘅身心健康同埋關懷嘅措施，例如設立讚賞平台表揚同事，定時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，促進員工嘅身心健康，包括精神講座、心靈導賞團等。又引入呢啲伸展活動，並喺工作範圍入邊增設踏步機、瑜伽席同埋血壓計等設施，鼓勵同事舒緩壓力，並監察身體狀況，凝聚團隊，令佢哋返工時候更有衝勁。守護物業，即係守護業戶嘅生活。未來希望可以繼續以我嘅專業，好似爺爺啟發我咁樣，啟發更多嘅年輕人，將物業守護精神傳承落去。